你知唔知咖啡呢個詞啊？最早係廣州人用粵語發音將佢音譯發明嘅。嗱，話算咧喺200幾年前咧，全中國最發達嘅地方就係廣州13行，好多外國人喺呢度做生意嘅。咁啊，外國人咧佢哋飲 coffee 噶嘛，咁啊廣州人聽 coffee 呢個英文，聽下聽下咧就用粵語咖啡嚟翻譯佢，不過嗰陣係架勢嘅架。咁啊之後咧，英國人就發明咗一本華英字典啊，就將呢個單詞正式命名叫做咖啡。嗱，係粵語發音嚟噶。最早外國人飲咖啡咧，廣州人以為係涼茶嚟噶，所以起名叫番鬼涼茶，又叫黑酒。咁啊，澳門人咧將佢叫黑水，叫到而家。咁啊，去到香港茶餐廳咧，有啲咖啡暗號嘅喎。嗱，飛沙走奶，即係唔加糖唔加奶，又可以叫齋啡啦。咁啊，鴛鴦咧，即係話咖啡加奶茶，好似鴛鴦溝埋一齊咁。嗱，你一定要讀鴛鴦先夠貼地嘅。咁啊，今時今日啊，中式啊喺我哋粵語咧叫啡色，都係從咖啡嚟噶。廣州唔單止誕生中國最早嘅咖啡館，甚至全國最大嘅咖啡原料供應基地就喺我哋廣州白雲區呢間金達咖啡城啊，裏邊有200幾間咖啡相關企業。喺呢度你可以飲到全世界最好嘅咖啡。你睇下呢度幾多國企，巴西、牙買加、哥倫比亞都係咖啡原產國嚟噶。因為呢度咧每年都會搞活動啊，請呢啲原產國嘅領事將佢哋國家最靚嘅咖啡豆帶過嚟廣州白雲呢度，俾你任揀。我而家出一杯手沖咖啡俾大家。首先揾30克嘅咖啡豆，將佢磨成粉啊。嗱，將啲粉倒落去，再將啲水煲到93度之後開始沖啦。嗱，你睇睇，你要沖嘅面積咧，一定係圍住中間呢個1蚊銀嘅面積去沖，唔好沖邊邊嗰啲咖啡渣喎。如果啲渣咧落咗去下邊啊，咁呢杯咖啡咧就唔夠純噶啦。呢度唔單止有人教你點樣沖咖啡啊，仲有人俾你原材料，俾埋設備俾你，仲教你點樣寫菜單，甚至教你點樣去運營一間咖啡店啊，等你實現開咖啡店嘅夢想。10幾年時間，金達咖啡城孵化咗超過10萬個咖啡創業者。如果話以前嘅13行呢係中國古代對外貿易嘅碼頭，咁今時今日嘅白雲區啊就係中國咖啡連接世界嘅窗口。嗱，如果你想飲到靚靚嘅白雲咖啡呢，五一假期去非常白雲咖啡文化季活動嗰度玩下啦。